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今日咧又想同大家分享電視盒子嘅。相信用開盒子嘅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好多香港買嘅國際版盒子啦，其實都唔可以拎返大陸去使用嘅。如果你拎去大陸使用嘅話咧，一接觸到大陸嘅網絡咧，就會即刻被鎖機。但係我上次咧其實同大家分享過一隻電視盒子咧，係可以喺大陸度使用嘅。嗰隻咧就係一個小寶盒子嘅12 Max。佢就可以喺大陸使用啦，唔會鎖機啦。除咗你要睇 YouTube 嘅話，咁就唔得啦。今次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隻咧，同樣都可以喺中國大陸使用嘅。佢咧就叫做 TV Cloud 啦。呢個 TV Cloud 咧，同我哋之前介紹嘅雲 TV 咧，其實出自同一間公司嘅。到底呢一隻電視盒子賣幾錢，又有啲乜嘢嘅賣點咧？即刻同大家講下。好啦，我哋首先咧睇下個包裝盒先啦。你見到個包裝盒係白色嘅設計啦，面頭咧佢就有呢一個電視盒子嘅外觀噶啦，個樣咧就係咁樣嘅，中間有個圓形咧，有個同心圓嘅設計嘅。佢嘅左上角啦，就會有 TV Cloud 嘅字眼啦，右上角啦就有呢個 8K 嘅。佢其實個包裝盒咧，其實已經話咗俾你聽，佢有啲乜嘢嘅賣點啦。佢第一個好大嘅賣點咧，就係呢一個2年保養啦。其實市面上咧，大部分嘅電視盒子啦，譬如好似華為啊咁樣，都係1年嘅保養。好似小宏咁咧，就有18個月保養。但係去到2年保養咧，就呢一隻咧，係我暫時見過嚟講嘅係第一部嚟嘅。而喺右下角啦，你都可以見到啦，佢係有呢個4G RAM 啦，同埋64G ROM 啦。佢支持呢一個OK Google 啦，支持呢個 HDR10 Plus 啦。佢運行呢個 Android 12嘅作業系統啦，同埋會支持呢個藍牙5.0同埋 WiFi 6嘅。同一般嘅電視盒子一樣啦，佢都有呢個電源啦，有 HDMI 線啦，同埋一個說明書嘅。反轉背面咧，你見到有個電視機嘅樣啦，然後佢有個畫面，佢個畫面咧其實有一個原生嘅 Google 嘅系統畫面嚟嘅。你見到入邊咧有 YouTube 啦，有 Netflix 啦，有呢個 Google Play 啦等等嘅。而佢另一邊咧都有講到話，上述串流媒體同埋媒體內容嘅所有權咧，都歸於呢個應用程式同埋頻道公司所持有嘅。如果你需要觀看呢個串流媒體同埋內容嘅話咧，就敬請向媒體服務商直接訂閱啦。即係叫你啦，如果你想睇 Netflix 啊或者嗰啲 Prime Video 嗰啲咧，你就要直接課金啦，唔好用一啲第三方唔應該用嘅軟件咧去睇嘅。當然啦，呢啲只不過係電視盒子公司咧佢自己戴頭盔嘅啫。但係通常啲用家啦翻到去啦，都會裝一啲第三方軟件咧去睇下片嘅。好啦，我哋都望埋呢個電視盒子嘅外觀啦。呢個電視盒子嘅外觀咧就係黑色，中間有個圓形，有個同心圓嘅設計啦。同心圓嘅設計就係你唔同嘅角度望落去咧，你就會見到好似一個碟咁樣嘅。下面會寫住 TV Cloud 呢個字眼，側邊咧就有呢個 SD 卡啦，同埋有2個 USB 嘅插槽嘅。而機嘅背面咧就有呢個電源插槽啦、HDMI 插槽啦、AV 插槽啦，同埋 LAN 線嘅插槽嘅。如果你屋企係用 LAN 線上網線去用呢個盒子嘅話咧，你就直接將你條 LAN 線插入去就得啦。遙控器嘅設計係咁嘅，佢一樣係有一個語音鍵啦，然後上面有 YouTube 啦、Netflix 啦、Disney 啦，同埋一個 Google Play 嘅快捷鍵嘅。而下面有數字鍵啦，同埋呢個 TV Cloud 嘅圖案。不過喺拍片嘅時候咧，發現咗一個比較有趣嘅現象啦。原來你 TV Cloud 啦，同埋呢一個 SU7 啦，同埋呢個小寶盒子嘅遙控器咧，成個設計原來都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如果你冇咗下邊嘅標誌咧，其實係冇人分得出究竟係乜嘢嘅電視盒子嘅。同其他電視盒子一樣啦，都係插電源線、插 HDMI 線、插上網線嘅話咧，就已經即刻可以使用噶啦。呢個電視盒子用嘅 App 咧叫做雲 TV Cloud 啊。安裝方法就自己上網揾啦。入到去 Cloud TV 個界面咧係咁嘅，你會覺得咧，其實對比其他嘅電視盒子嚟講啦，佢個界面可能比較簡陋咗少少啊。佢上面咧就可能有一啲新片嘅推介啦，而下邊咧就會有直播啦、電影啦、電視劇啦、綜藝啦、動漫啦，同埋回看。入去直播嘅分類咧，基本上同其他盒子都大同小異嘅，都係有全部啦、收藏啦、台灣啦、中國大陸啦、香港、澳門啦、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日本啦、韓國啦、泰國啦、北美啦，然後亦都有其他嘅分類，譬如新聞啊、音樂啊、體育啊、知識啊、少兒啊、電影啊、戲劇等等嘅。撳入去電影或者電視劇入邊啦，就會見到有唔同嘅分類嘅。除咗一啲收費嘅電視之外啦，亦都有分呢一個國家，譬如歐美啦、中國大陸啦、香港啦、台灣啦、韓國啦、日本啦、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其他等等嘅。你就可以按照你呢一個國籍啦，去搜尋唔同嘅電影嘅。
另外電視盒子都會支持你個回看功能嘅，咁就有1個星期嘅回看。咁平時我哋啲電視盒子咧，如果向上撳嘅話，會有其他嘅功能嘅。咁但係似乎佢呢個功能咧就唔係好多嘅。咁佢有搜索啦，有收藏啦，同埋歷史，咁就冇啦。咁而右邊啦，咁就會有呢一個設定同埋退出。咁最後啦，咁都俾大家睇下啦。咁除咗佢嗰個雲 TV 之外咧，仲有咩其他 app 嘅？咁佢跟機咧，咁就有呢個 AS Screen 啦，有 Disney Plus 啦，有 Google Chrome 啦，有呢個 EMOTN Store 啦，有 OR-Z 啦，有 Play 商店啦，有 YouTube 啦，有 Netflix 啦等等嘅。好啦，咁試完呢個電視盒子啦，咁基本上啦，其實我覺得佢個功能咧就唔算十分多嘅，咁但係佢最大嘅賣點啦，就係佢可以拎翻大陸去使用，咁呢個係佢相比其他電視盒子嚟講啦，佢係一個賣點嚟嘅。咁同埋另一個賣點咧就係佢有呢個2年保養，咁其他盒子多數都係得個1年嘅啫。咁最後喺價錢方面啦，咁呢個 TV Cloud 咧可以翻大陸使用嘅 TV Cloud 咧，建議零售價咧係1180蚊嘅。咁相比之前我同大家介紹過呢個 Cloud 嘅12 Max 咧，咁佢嘅建議零售價咧係1280蚊。咁佢呢個平啲啦，咁佢個功能咧就相對弱少少嘅，咁但係佢可以翻大陸使用。咁最後都要提一提啦，咁呢個 TV Cloud 咧其實佢個後台啦，咁係用呢個晴天嘅後台嚟嘅。好啦，咁今日嘅分享咧去到呢度啦。咁大家睇完呢一影片咧，咁記得 CLS、comment、like 同 share 呢條影片啦，同埋呢個 channel 嘅。咁下次有啲咩電視盒子或者更多嘅資訊咧，我哋都會同大家分享嘅。咁今集嘅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見，拜拜。